甲組足球聯賽第3輪，藍白5比2大勝皇朝，暫時升上榜首。譚有新報導。上半場兩隊已經係有5球嘅交易，廣州外援袁俊輝為藍白射成2比0，但係相隔唔夠3分鐘，皇朝就憑住阿蘇為球隊將比數追近到1比2。前兩輪雙方都係1勝1和，仲係保持不敗身。皇朝一次反擊，阿蘇趁門將出嚟過埋之後，輕易趟入空門，為球隊追近到2比2。呢場被譽為榜首之戰，估唔到有咁多波入㗎。半場前胡宇堅喺禁區被對方侵犯，球證係直指12碼。藍白繼續由佢哋射手袁俊輝操刀，門將雖然捉到路，但嘅波勝在角度靚貼柱入網，藍白暫時領先3比2。換邊後袁俊輝連人牆都射穿埋，藍白將比數拋開到4比2。上隔9分鐘，香港外援楊希志為球隊埋齋射成5比2完場。多打場嘅藍白暫時比蒙地卡羅有1分優勢，暫時升上榜首㗎。同埋紅色三兄弟對華聯喺完場前7分鐘失手，徐榮生射入全場唯一入球。華聯喺今季首度打勝利之門，暫時有4分，而兄弟就3戰全敗㗎。